因应疫情保量增加，中华工友文教协会感受到医疗量能的欠缺，所以透过协会全体共同捐赠台南市政府消防局101.8千块的救护医疗器材。24号下晡伫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办理捐赠仪式。消防局这些同仁，我们各位同仁也很努力，外界也很帮忙。救护车的捐赠，现在已经都很多人在捐赠救护车，捐赠消防车，小型消防车，捐赠一些设备，那都很多。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强友会能够大力相助，这个我相信在第一线的救护车同仁，急难抢险都很有帮助。而且我们现在消防那个救护车有几部啊？81部的，61部消防车，每一部都有12导程心电图。光是这个12导程心电图就可以帮助消防队员在第一时间抢救回来非常多位的欧卡的病患。市长委替感谢协会，保持着出资社会、用资社会的精神，感谢民间团体的诚心，透过大家努力，共同来互台南更好，成为友善适合生活的好城市。那这些12导程心电图都是社会所捐赠的。那我相信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不管是 Q 安妮，不管是猴头是显像镜组，都对于我们消防员的一个救灾抢险、救人性命有起了莫大的帮忙。适当的东西、适当的物资、适当的仪器交到会使用的人的手上，民众上能够把我们民众的生命安全、健康给把关，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弟兄其实真的很辛苦，所以说非常荣幸，强会一直有这个机会，就是在健康这边能把它做好。消防局嘛感谢协会的捐赠，这摆所捐赠的医疗器材会当用伫咧执行到病院进前的紧急救护工作，期待未来会当发挥更大的救护功能，提供更好的救护品质来保障市民的安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